献给天书。好好的使用你的麦克风。我这是有特别拿远一点，是还不够。就是他现在这样是不够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上台流冲来歌，沿路看人吼，都鼓励爱来唱歌。会鼓励伊，还会赞助伊。那个毛衣的，听刚是上班。山高岭啊，苍啊，心无开哟，无创过的心上，老年倒立腿。老爷穷下来。好，这礼拜都今年安尼真实的比赛了哈。真实的比赛的，按用的比的是搞。哎呀，做今边做1对1的 PK 赛啊。哎呦，初奖的一呀。开始你看才斩掉一半。哦，那这个进度很快。这很快啊，因为12个礼拜哦，其实要某一道比哦好比啊。而且要比运气的。对呀。好，因为出迄个嘛哈。哦，今边迄万年中空出都较强的人就惨。对。哎，好。哎，最近有流行一种舞蹈了。哪个舞蹈？你抖肩吗？你边走眼睛还会眨。对啊，最近有点颜面失调。你都这样勾引人家哦，快中风了。对。来，接着要平正紧张的。哎，一家小心脏，起这里心脏，起这边心脏，老哥的心脏。后来比赛之前还没重金礼聘，总经理聘的啊。总经理聘来的。有抢到一位金曲歌王。哦，而且指导我们的学员的。就跟学员研究了，互相研究。哦。对，有抢一位冠军指导老师。嘿。邱点评，来欢迎。罗哥好，海军好。阿勤好，今天真欢喜呢，有唱到的钟爱玲的指导老师。对呀，唔感动啊，唔感动。对呀，特别团结。哎，有的学生应该有指头劲。有啊，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好像来学习的感觉啊。真的吗？谁指导你？哇塞！我每一个说你们不要造成别人的压力，这样。哦。因为他们每一个都很动强，当三没动强。有没有让你头痛的？其实因为风格不太一样，没有恐龙，所以在指导起来其实很难在短短的几句里面听出来他们的感受。但是在经过一阵相处之后，我有看他们的影片。那我就想说，就给一点点的爱浅见而已啦。今天虽然讲了钟爱玲指导老师，马上都会用你的歌声的示范，不管的学员啊，本观众朋友谈一下了。好嘞，好，唱歌好好啊，好了，示范一下，本他弹啊。示范 play，搞哈，搞，当然用来搞的。哎，好。你太累去做乜解？每個你唔貼夾擺，坦白講愛掠下行嘅上街，莫驚，慢慢行，慢慢看，想講該沒拖，係酸甜苦辣嘅條幅，一百包中你乜解？選擇嘅重量要幾菜？嘿，開始腳下嘅立場上網先發。叽叽嘎嘎，干了看法莫啥其實好，常常心度來嘅生，窮下來搞，噼里啪啦波，來搞出太夢想，我咬一莫灰心，落關鍵聽，人生 nothing is impossible，會感動。莫咪咪莫，來搞，
的包中的马街，身材给中央有吉彩，嘿，可是脚下的立场上满鲜花，叽叽嘎嘎叽嘎嘎，跟着看法摩擦几时好，长长心都来给上，穷啊来高高高高高，噼里啪啦啵。Impossible， 愛感動我，嘿嘿高高高高高，莫咪咪莫莫，淚高高高高高，凡事都盡量好，有傷心會感覺，有講大摩羅，唔過幸福喊做的守護，向下淚高高高高高，噼里啪啦啵，淚高高高高高。高處開夢想，無傲氣，無灰心，樂觀堅定，人生 nothing is impossible， 愛感動好，嘿嘿高高高高高，莫咪咪莫莫，淚高高高高高，凡事都盡量好，有傷心會感動，有講大摩羅，唔過幸福喊做的守護。莫平靜，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。参赛者2赛1组竞行 PK， 分数较大的人抢死淘汰。黑公评分就由评审先生开飞看万人赢。来，看6位，1位出道的那位来。好。万人出道千王强猛，强猛还万人呢？来。李金允，哎呦，这个长幼有序啊！你干嘛想弹悲伤的音乐？没有，金允姐看到我们金云姐走出来，就叫夜上海的夜上海，啦哩啦啦啦啦。接下去啊，他要练唱他等一下要唱的歌了，你还叫他唱《夜上海》？好，春出动嘛你？那种啊，很忙啦。跟还有5位，较强出道嘛。刘飞君嘛。哦。啊，赖雨乔啊，就长娟啊，唔强。因为佢較後生啊，較後生，營養佢減唔來啊。哦，天版的咧，天版的。所以你就請較老的，是不係？你唔係講。啊，就看下剛剛出道劉飛君。好，注意了，先不按。哎呦，小朋友，什麼嘢？什麼嘢？黑波嘢哈，黑波嘢啊！哎，分享吳丕雲。吳丕雲，來到這個，那個方面來。劉慧卿，你嚇一跳。大家好。好。對啊，其實要出前面真的運氣啦。你講真的出到一個較高，較會創的話，跟你的數面就較多。哎呀，你出到一個較弱的，你嘅樣面都較大。對嘛？剛剛吃到有양面較大，還有양面較大。所以人家出道佢，你吃到人家양面大嘛？愛當吃蔥。吃蔥？愛當吃蔥，佢양面較大。哎呦！你是個양면板較大咯？唔講。佢양面較大。양面較大。哦。誒？忙啲啊！係啊，嚟。吃可能啊，好。吃可能是好。吃可能是今年你帶了哪個歌？我帶長短呀。按你咧。歐洲嘅鞋。哦。歐洲來的鞋，好嚟。歐洲嘅鞋。好啦。望見面就能嘎嘎，從頭嘅路是種健康檢查，卻唔會見辦下。今夜鐵匹蟲啊，
金音觉好哈。那这首歌曲《俩首歌曲》是唐起来哈，唐起来是动线曲歌曲。那我觉得在这个比较轻快的感觉呢，你可以添加一个动作哈，像是肩膀动一动啦，脚啊哈，脚啊那里脚步动一下，会增加它的一些律动的感觉。那你的其实你的发韵动准啊，动掌哈，所以我觉得没有某满问题，但就是帮我注意一些就是尾音长短音的控制，这样就应该就没问题了，没问题嘞。好，按姿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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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，按姿势。山那公啊冲，河上那唔开咧，无嫌了浮冲啊，哈无奈给海。好，佩云哈，我觉得在这首歌《撩撩够》哈，我觉得它有一个tell by 的一个过去的一个感受，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在这个你在表达的时候，在哈哈豆的情感，好，让它这个情感面可以把它展露出来说，它是有一点自省的感觉，所以那个张力跟故事性才会出来。我觉得如果把这点做到的话，这首歌会更迷人。好，好的，加油，谢谢老师。航渡心的石头。
彩呀路马好上哪里有退嘞？唔知了几时那何有心来？头摆中年行过天顺路，头摆中年开过太峡谷，头摆无人记得嘅头摆，一步一步紧行紧出。山那光啊冲，好上那唔可以嘞，冒险了浮沉啊，无奈嘅系。彩呀路马好上哪里有退嘞？唔知了几时那何有心来？心海感谢谢。哇哦，杨威真的是有公认的态度啊，吼！公园的态度啊。这地方就表现得当好，公认的特色。真的。哦，今日讨也输过诶，迄免之前只拿出去比赛。也无讲亲接啦，就按球，按球有2-3摆啦。啊你呢？上讲也有那个3个的加持，分数会较高对诶。哦，最近有练3个啦。有吼。上摆没有抢去创下来哦，个3年开始来创传统组的歌诶，因为他的声音很有机会哦，很秀气，但是很亮。对呀，也尤其也扮演出到佢唱歌的表现啊，比之前的差不多好50批以上。你之前有很差啊，因为你讲诶有听还看。之前就已经75分嘞哈，也加50分嘿，就125分啊。好，按做得。做得。做得，好。大家减肥啦哈。唐先生来讲片的。今日真厉害是，你今日俩做歌创起来吼，老片无腔中跳跃嘅感觉，这真活泼嘅感觉就做出来了。所以真无简单，对我来讲，还是感觉爱用个唱法，爱用个嗓，搭三面模像都可以晓得，种爱用个方式来表现。所以两部分来说，亲老人家讲啦，吼啊配音老师讲，还是感觉讲，唱到实在真好。你要是歌咪真好表现，像伊讲的，就3个的加持嘛，吼。不过实在讲，还是就对我感觉讲，经验长一些的，像技巧嘅唱歌家下呢，嘅呼吸要来处理好。像伊唱到嘅欧洲嘅海点睛嘅别角是别角是一个名词嘛。不过伊往时间伊就到别角，唱到就唱的别，过来就无听到我。点情嘅饼交代，上头免去头摆。我唔係講伊唱唔好，我意思是講，趁下機會，加條經驗，好無？好，嗰類我基本冇一定你會做哦。不過對我來講，還是跟我講，給人氣基本實在講超自己的程度的表現，你要鼓勵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感謝。诗慧老師。诗慧。 OK， 金云姐，
其實我當喜歡聽唱歌，係有一種當享受嘅感覺。唔過人嘅頭一句啊，其實做得比較強調嘅啦。你話愛講嘅熱呀，唔過人嘅聲較大關係，所以唔會咬死咬痛唱，所以會感覺到安尼愛做嘅熱呀，講實在聽起來應該迄咩切㗎，會唔會有點點心肝黐唔下？結果頭一句嘅到嘅地方就痛重嘅感覺，後背就無黐唔下嘅感覺嘅吼，感覺佢哋罵人嘅。愛做嘅熱呀，心肝黐唔下。啊，唔過其實我知道，我喜歡安尼東西，我真正當喜歡安尼東西。好，表現上啦，吼，配樂的話其實吼。我知道你經驗越來越好了哈，就是經驗越來越足了。上班做回憶表演的時間，大家就對你稱讚你的鼻音的問題，你已經減輕很多。唔過耶穌各位，你又走轉來了，走轉來動到。好，可能跳擺，你就可以是再擠那些音，因為你要轉，因為動到客家是要轉三隻音，所以你一轉鼻子就那個聲音就跑上去了，所以按那聲音可能會比較集中一點。所以你要注意到安尼變法，可能你在共鳴上面的轉折，可能要注意一下。OK， 好，安子 C， 謝謝。好，安子 C 哈，好嘞，看分數。第音樂的分數。哦，92分呢。好。5分。好。來，看下一位多分來。配樂的分數。才分啦，家講先生你講明啊，撈到幾分數了，冇想到贏啊，你看。我媽你咁緊。係咩？哎呀，所以家看呢個金元節嘅陽面像個太陽嘅。咁佢今年唱到實在有咪西青紅。真係都好。係啊，唔怕，簽死啲，簽死，還有敗部復活，好嘛？好，按姿勢，按姿勢，好嘛？先用語，先用語。容易啊，哈。好，謝謝。可以坐下。謝謝老師。好，按姿勢。來來個拿恐怖箱。好來，數一下，看選出的慢音來。係，劉飛琴。好的，歡迎劉慧卿。你要抽啊！你要抽啊！你要抽啊！對。你會怕抽到誰？都很怕。都很怕。不是，他怕的抽，他唱完了。我最怕那個青雲阿姨。好，那你剩下。剩下3位，另外3位。潘奕涵、陳崇軍、劉。潘奕涵應該有冇唱？哎，誰偷看的？偷看到了。我很緊張。好好的使用你的麦克風。對，就上次那個老師有跟我講，智慧老師，我這次有特別拿遠一點，是還不夠。你現在對啊，現在不夠啊，對啊，對。他現在這樣是不夠，是不是？沒有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背好了沒？還是你還沒背？我有背好，然後我裙子也有穿比較短一點。裙子的長短只會影響它可以對多久這樣子。誰偷看的？偷看到了。我很緊張。陳崇軍。好不好？我這邊好。來吧。好。你給他抽到，你好像不會沒有一點那種有啊，挑戰的感覺。我的手你要摸一下都是水，因為我在看到那個我們這一組的人的時候，我就已經幾乎放棄了。為什麼？因為我覺得故意的，我們這一季的前3名，我就是最後1名，然後把第2名跟第1名都放在一起。哦。對啊。那真的是故意的。對啊，就是要我死啊！不是要激發你的實力出來啊！太死啦 ！Vicky，剛幾咩帶了嘛？個天公落水。哎呦，安尼。Ken 數，Ken 數，
砍树啊，砍树，砍树哦，砍树啦，用条天歌就懂我空落水砍树，好。好不好？来弹看啦哈。行水啊，长又长，的彩水中的秋来，秋夕。会听好哈。那我一向来都每栋听熊啊，会自家写歌，自家唱歌咪。是吗？然后我觉得会自己写歌的人，有一个优势，就是你在表达歌曲，不管是传统民谣也好，会有自己的眼光，好，会有自己的表达的奉献。那我觉得在这里面的话，因为我听起来这应该不是一般的天公老师，好，还有一点点毛重要。对，所以我就还蛮期待说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把它连贯到整首歌里面去。那所以对，我觉得你好好做你自己就好了。是梦，是梦先生。好，那就好，是梦。天公啊，流水哦，阿妹啊，大人做无对倒行，水面行水啊，长又长，的彩水中几秋来。时间爱思好水电，做电水又做啊做做啊做做啊做。阿公嘛爱阿公对爱思有依旧，爱你讲唔惊唔惊，但太太做啊不做啊。有一下就爱糖豆香，女讲爱是一溜就到三溜，三溜就到一溜，糖豆腐淡水上滴滴答答滴滴答答。你讲水盖上跳过来跳过去，原来流水片1 cm。天公啊，流水啊，阿妹啊，大人做无对倒行，水面行水啊，长又长，的彩水中几秋来。天公啊，流水哦，阿妹啊，大人做无对倒行，水面行水啊，长又长，的彩水中几秋来。是用尘份落，艰难也幸福，因为爱黑你，今生嘅牵树。好，场均哈，我觉得那躺了你也上哈，你也动头了哈，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字
在发音上面上，我觉得你好像很会，每一个字都对。但是呢，因为太重视这件事情，所以在情感面的一个表达，那个好像听不太出来。那个 can 手啊，我们讲 can 手，你们讲牵手哈。那我觉得这一块可能要再往心里面走一点。好，就是让他思考一下，这个 can 手对你来讲是什么东西。哦，好。哎，我想这个情感会比较丰富一点。就是多想一下歌词里面的意境。不然其实刚才旋律很好，但是平平的而已。哎，好吗？好，大家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前方不完的路，思念有爱肯定你。天宽也人深，有你的温暖。岁月空无情，有你来作伴。 是种落的幸福，总有万般笑，艰难也爱吐。不怕前行有万苦，骗你的脚步，行万里路，不惊跌落风尘人世苦，信用像分落。 做也幸福，因为爱是你人生的天数。牵你的脚步，行千里路，恨爱前世中落的幸福，总有万般笑，艰难也爱吐，不怕前行有万苦，恨你的脚步，行万里路，不惊跌落风尘。 是苦，是用尘分落，地做也幸福，因为爱是你人生的天数。谢谢太大。哎，那个跳国的那个后堂呢？ 你一开始唱出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广东歌哎。嘿啊，讲从今今要带了广东歌。对啊。广客版的哦，广东。还是你唱的像广东话？对不对？你刚刚第一句很像啊。嗯。有风也有雨。啊，有风也有雨。就懂唱广东歌对不对？哎，他刚刚唱那一首，不像天空老师，哎，应该是有那个写那歌曲，哎。 没想到要传统。没有，一中间都会不会有一个间奏，很像他在那边念咒语一样。重新编曲。那个是什么？我很怕把它，我写完然后念完的时候，我都会叫双胞胎来，然后说，我读给你们听，会不会像鼠来宝？
有一点。昶均一边看他一边思想，我下次应该有机会的话，我要来一个自创。对，昶均没啊，今天来到这一组，他就已经觉得他很不公平了，哎呀。他为什么不跟我排在跟曾子瑜同一组，对吗？哎，还是你要比传统组？哎，我有想过，真的吗？有。那这一关12关，好，搞完以后再来了哈。好，来这位老师来公平啊。我先来讲飞琴哈，是蒙以第T100的比赛，好，给你T100哦，T数够强，你就端出了大菜。不过你冲起出一开始你就强，你从头到尾你就强的，唔得紧张嘛该。头前，我觉得你表现铺陈你。第一段铺陈得很好，强还冲出后，我觉得这个编曲老师也做得很好。然后可能因为你讲故事讲多诶，故事讲还有帮你给他下一东西，你反而比唱的还好诶，这个叫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这是让我很惊艳的。正经来讲正经呢，可能还有帮你那个律动感不见了，然后你又不够松，你又一直很紧张，这些酸跑哎，知道吗？你这些酸跑哎，因为这个编曲老师打其实去他个堂差不多，故事讲。冲越来越强，不过你好像又抢了一点拍子，你后面就在算了。你后面2段的冲过的时间，你就这个冲越强。其实你练术够强，你要是铺陈得很好，我今天会给你很满分呢，因为你这太有诚意了。那么我堂哥按哪一天功劳水，我做同好，好，不管今日成绩用版型，我希望还有波的比赛再端出更多我们没有看过的刘慧卿，吃到有赏识比赛唔要比命。maybe 听比东几个比，好吗？但是我会给你今天的表现是肯定的，好。那昶均的话，当然啦，给列出你比赛转来，你比赛回来之后，你又进阶了。那每一首歌唱，特别是第一句你就感动我了，有风要有意，还有给你转一堂哈，念有时眼，有时无云，那个乐你唱得真好。有风也有意，也有眼。有时无语，那个拿捏器也好啊，音准啊，然后整个的情感，我觉得那个是非常能够勾人，能够弹你窗狗哎。不过你爱讲的话，一定要严格说，你现在技巧也有了，马嘎都以为你好好的使用你的麦克风。对，这上次那个老师有跟我讲，智慧老师，我这次有特别拿远一点，是还不够，是不是？现在对啊，现在不够啊，对啊，对，他现在这样是不够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好意思，就是今天我有特别已经有故意拿远带出去啊。再这样子，我得罪了制作人，又得罪。我下次帮你用 stand。他真的，因为几家可能讲话这个挑战。那是不够，是不是？不是这个意思。没有啦，我看一下。俺龙讲，你专业你要试，那不是够不够的问题，不是说你一定要拿一定的距离。大数高 Q 在冲的时间，几个要酸吼。你有时候太近了，会影响到我们听的感觉，回去再调整一下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唱一下罗桂丽先生。今日是田工老师基本上我对那个看法老周位老师差不多了啊。那么有一点点小细节，我希望提供给你做参考。如果你在你在写 rap 这种东西的时候，你多的使用一些反拍，或者是16分音符、3连音、附点这些东西，把它放在你的歌词里面。安尼呢，要创意的丰富性较多。今面这个rap 的部分吃豆光在正拍，大量都在正拍上面，所以你说它是鼠来宝吗？其实你的口气不像鼠来宝，但是你的拍子像鼠来宝。系啊，因为太规矩了。由于以下全喺糖道向女講愛是熱了就到3了，3了就到2了，糖道不但水上滴滴答答滴滴答答。所以，希望講在你帶來你自己創意的同時呢，也能夠為你自己的音樂性加分，就是包括你的歌聲跟樂隊結合起來，那個密合度有提升的話，唱歌的分數才會高，好冇？這一點給你建議，加油。好，再來昶均哈，昶均這一季的選手裡面有2個人，我是一直很鼓勵他們，也很感謝他的。第一個就是許慧華，第二個就是你陳昶均。因為從你們唱歌的發音裡面、咬字裡面，可以很清楚知道說，客家話對你來說不是一種很熟悉的語言，可是你可以把這個歌唱得這麼好，不管是咬字的部分、感情的部分，而且我常發現朱慧貢你在唱這個趙琪老師的歌的時候，你特別會能夠抓到他幾分的味道。
这个是很值得鼓励的事情。既然你以情歌见长，那就往这个路上这条方向去走。好，那你的高，我之前讲过，你的高音扁的部分你已经改善很多，可是你可以就是继续下功夫。会。好，有台回来之后，真的看到你的进步。谢谢。继续下功夫，让声音高音不要那么扁。好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好。想问那个麦克风的问题。对，不然下次你学叫麦哥装那个。我刚吓一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说前面像广东歌，然后我以为很烂呢，就真的唱得很烂，就哲伟老师又说有勾到他，所以我现在又很糊涂。不要自己吓自己。好，是你吓我。没有关系啊，反正分数要出来了，不要再纠结了，好不好？看本数。哎，刘 Vicky 的分数。怎么了？今天？张九生，你冇可能89吧？有可能。有可能。好了，看一下。郑重给他分数。记得第一名，你记得第几名？最后一名。第3名，第3赢第2，你看。对不对？你破解了这个魔咒哎。对呀，不用怕，还有复活赛，不是讲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恭喜你。好，谢谢海军姐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存到2位。看存量啥？看慢线唱来。来唱。玉桥，来桥。来唱。喷人。喷枪。来桥，喷人，看谁先出道。来吧，来唱。来桥，欢迎来桥。来唱。遗憾也一起进来吧。来咯，来唱。另外一个是不是遗憾你自己抽一抽？你自己抽出来。你自己抽看看是不是你？对，是不是邱连琴？啥邱连琴？对啊，你给那个镜头看一下，是不是潘逸涵？是啦，潘逸涵咯。是啊，冇错，冇唔錯啊，嚟去中間。嗰個即係寫冇？唔係啊。唔係哦，唔係做配啊。吉娜罐子，老火碟鐵。我想我唱夾嗰個啦，夾嗰個咩挑戰度同高呢？他用他的體重來威脅他。我真嘅吃到這種 healthy 啊。healthy 啊。對啊，歌手就他的歌詞還沒背好，你放心了。你背好了沒？還是你還沒背？我有背好，然後我裙子也有穿比較短一點。上次誰說他裙子穿太長的？真的？是不是你？是哪一個老師說你穿得太長？沒有啦，沒有。我想說，因為我覺得就絕招啊，我怕會輸。那一定是小看。應該沒有人穿得比我短吧？那些老師都很正經八百的，你穿太短，你是給小康老師看啊？沒有啦。沒有嗎？沒有，裙子的長短只會影響他。可以對多久這樣子？那吳丕允也是穿很短呐。有，他一下就對好了。他人聰明，一下就對好。好啦，那一個穿短裙，一個穿長裙哈。還穿長褲，他還有長。今天很冷。來唱，你今天要唱什麼歌？變翻啦哈。東韓嘅老火碟鐵。老火碟鐵，唔係切假稿喲。東韓的老火碟鐵。老火碟鐵啦，老火碟鐵。老火碟鐵。把燈關掉就對了。那你呢？把火點抽。把太陽摘下來。媽媽給蜜桃。哦，煮出來給啦。炒出來米絲就得來，來，糖。如果2位給你打分數，你會打幾分？哦，剛好我今天沒有評分。客家兩山那個啊，更厲害講出了嗎？情演泰國。好，賴清源1票，賴清源1票。等下讓天天嘅統計看我得到1個票。怎麼給你講個嘅法？一場浪亦幾深夜，一眼冇就唔見睇。好，
其实雨乔我不担心的原因是因为你平常讲话到真正表演的时候，好，变成让我一杀嘞，好，莫强人音，好，你常常把自己的舞台吃点点就会把这个营造成自己的舞台。那我觉得唯一一个可以在中间我听到有点沙哑的感觉，所以你可能等下在上场前，可能在暖场的部分再做足一点点。好，好，加油！声梦欣赏。你快给世界浪费掉的，巴拉拉拜拜。莫讲法头讲强爱粗俗，改掉空口给法，有地错本意存着想法，就帮你跳吧。有故事来路爱就怕情下，半夜3點，心中嘅鐵塔。愛心架，無奈要告一呀，唔做把開來充滿個天光，相愛不佢個一呀三天愛聽嘿，故事來騙自家，一呀呀都來愛夢到，怎麼該你個給法？一起落一幾十年，應該冇中間太有白過來，愛就去過，愛長sống老，你看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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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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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啦啦啦。都是天分分秒秒就聽到快樂嘅關於你也都經驗，聽見你離開愛會死嘅，相愛唔記得，永遠唔記得，你講咗嘅話已經記到冇記錄，我對已經有也嘅記憶，天天生發。相愛不一條路已幾十年，依然冇中間太有白功啦，愛就這個，愛長sống老，你看，怎麼該你不夠給法？一條路已幾十年，依然冇中間太有白功啦。愛長sống老，你看 ，And I never see you again。太婆沙沙草，披頭春春香，倆係媽媽嘅味道。跳擺從跳實嘅，兩樣愛情唔多。覺得糖會止凍喉啦哈，但是可以想象四雄牙哈，這個媽媽的味道，對於來講很麻感。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旋律裡面可以聽準，雖然這唱得不錯，可是有一點比較怕的感覺，對不對？對。所以不要擔心莫修發音的問題啊，那你就把表情把它表達出來，然後我教你放鬆的技巧，好不好？來，吸氣，再吸，好，輕輕的吐 S 的聲音出來，好，等一下，好，你做5次啊，上場前這樣子沒問題，冇問題，你走對，好。
爱坐下来，困电早错，西顶一条，抱着天天的爱，风景慢慢的变，俩黑暗全部给风向，行到坐下，注定消碎，困向充满，西顶枪吹。太阳洒洒草，披到春春晓，俩黑妈妈的面头，跳摆从头世界，俩下娘为情唔到，妈妈的草鸟总是游着游，恭喜草就草。幸福下个味道，妈妈的草鸟总是游着游，恭喜草就草，总是暗头。妈妈的空鸟总是游冰浪，甜甜的翅膀总是流本爱眼泪。幸福下个味道。较清新脱俗哈，伊比种点马用的。疯哎，冲哎，连鼓手都疯了起来。对呀，我连老师都疯了，老师都哪一个？很好啊，很好啊，罗国立老师他们。哦，他肯定疯的啊，因为他有摇滚魂呢。摇滚。新魂。你说真的，你比土豆会强吗？对到去。很怕。很怕啊。对，起鸡皮疙瘩。那你用什么心情度过的？什么心情哦？就把我根本已经放空了，我没有心情可言。跟宇强干嘛讲？又不那个手动汗呢？有他的手很冰，他的手很冰，比我还冰。你会讲起啊？真的哦，真的很紧张。真的啊，不要紧张，偷摸一下。那先唱给邱老师哈。哎呀，阿 Kim。系啊，四头啊，亮 V 学院那里。刚才先讲雨桥好累哈。我那时候我们在前面的指导的时候有在提到这一点，要唱不同的这个风格是有点辛苦。那再加上我觉得今天雨桥的声线好像状况好像不太一样，然后这首歌曲其实很紧凑，它需要很多的呼吸要掌握得很好。那如果又把一些气声在那边再加进去的时候，那听起来我是觉得虽然说很疯狂啊，就是很不错，但是好像会有点容易乱掉的感觉。那依涵，其实呢，我觉得今天也是刚好很这个顺序的关系。其实金木因我原本是要帮我妈妈庆生的。好，但是呢，然后我就听到这首，我想到我妈妈蛋糕还没买，客家小炒没有，妹妹头怎么了？干嘛？还有想起妈妈。你想吃是不是？我等下帮你炒，不要这样子吧。对啊，我炒客家小炒很好吃哎。对啊，他开餐厅的。我有学到我妈妈的那个味道。对，我很会买鱿鱼哎。葱顺便买2条哈。好 ，OK。开心哈，那个时候就想，听到这样的妈妈的味道，我觉得我们在私下指导的时候就说，这个阿妹眉头对你来讲很马改，
那我觉得他在这个在诠释上，我觉得他除了回响，然后又有甜甜的感觉，让我觉得从刚才那个紧张的气氛下，都变得瞬间释放掉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刚好也是一个顺序上的一个不一样这样子。那他们这一组的组合让你洗了3温暖。有，哎呀，如果2位给你打分数，你会打几分？哦，刚好我今天没有评分。好，还是刚才谈了阿公跟咪西哈。于强啊，先讲你哈，于强实在讲，你走个唱歌噶，你的每一个字几乎都在转音，而且你喜欢挑的歌是那种和弦比较复杂的，不是你的歌的时候听起来就会觉得。怎么在很多时候的外音会撞在一起，这种小小的地方是按照评审到制作人按一定的主题所在哈。这点我是提供你说，坦白，我鼓励你多唱别人的歌，然后在这里面去调整，用伴呢够听音，用伴唱歌，这一点，依涵就很值得鼓励。实在讲哦，给请送稿，因为我上次跟他说，下次你请人讲客家话。他今天已经开始开口就讲客家话了，那这个真的是很值得鼓励哈。啊，不过就一点哦，还是有遗憾。梁叔哥哈，你 key 如果再高半音的话，你可能整首歌的那个味道完全会唱出来。妈妈嘅草鸟总系游到游，姜丝草的葱总系暗头。这样相对的，梁永山请 key 款是讲，如果今天遗涵在唱歌的时候呢？加一点点雨桥对于字的连拗死这个味道，他的每一个字都很漂亮的在那玩那个每个字的味道，可是你就是呆呆的，所以这2个是很大的对比啊！所以我希望遗涵下次唱歌的时候多加一些表情进去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就是稍微平淡了一点，尤其碰到他，好嘞，看分数。来扣分数。就是你对你来讲应该还好，要分数。你给你懂好，真给。对你来讲是比较低分呢。不会啦。你冠军的呢？92分。冇安樣講。家家來看，看一下嘅分數。刚刚人觉得看抢你的位置啊。没有关系，我这个抢不走的，我这个是赖不走的。看一下的分数。好，你可以去报金曲奖了。我可以回去报年代了。报年代。真是西服。对，罗国立老师，你要本2分的我选歌选对了。我说今日遗憾，现在的问题就是去正音唱台嘞，然后他低音下不去的，他某些时间他的音准都在飘。英雄总的遗憾不应该是这种歌唱实力的。我今天给你22分，其实是一个警告哦，加油加油哈！是猫先生。安子 C 哦，加油！可以了，先恭喜你，你暂时复活赛。人生不是一直都那么顺遂的。冇錯。哈禮拜10個禮拜啊，因為哈禮拜佢就佢算選過關的嘛。哈禮拜半也選淘汰10個禮拜，好嘛？冇問題。啊，安子 C。安子 C。好啦，恭喜恭喜！好，你球。好，传统主控用亚礼拜要正式进入咱的冠军的比赛了哈。2禮拜啊哈。对，好，所以亚礼拜采取的1对1的 PK 赛了哈。一般呢，你会枪死淘汰。枪死淘汰，还有复活赛，所以大概不是紧张哈，慢慢的来。当然比赛之前先介绍评审欣赏。好，立秋下欣赏，苍永欣赏，罗英欣赏，永远又欣赏。牛哥，俺能见吼，今年都年度的 PK 赛嘛吼，嘿，免俺能赛制当讲，当中啊吼，为了一个无穷用的，比如讲本俺能呢长水早来个积极的训练。无穷用的怎么讲？哎呀，节目唔单止讲按台湾的概念啊，已经国际化了嘛。哦，像係去東南亞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當到朋友，講有看嘢嘅鬧嘢打擂台，真嘅客家咧，你嗰邊當到客家人啊？
哦，没想到根本连个南美洲。巴西的朋友之类都喺你節目當中，真係客家啊！真係哇，要來東人嚟獻寵好了。對，分享巴西的朋友啊！巴西的朋友，一家4口呀，係客家人嗎？客人，苗栗客人。啊，苗栗客人。啊，到巴西係。係巴西客家飛嘅。係叫嘅。係有30年差唔多。還到30年了。哦，那你的客家話還是很厲害哦。就以上而已，之後可能就用國語代替。請排斥。歡迎啊，真係台灣。謝謝。安子謝。沙下來介紹下啲總經禮品呢，因為冠軍比賽嘛，所以有搶起來做完啲冠軍導師來指導每一位安尼學員啊，佢哋嘅創國嘅部分。優缺點。對，哈，所以先嚟有請一位冠軍導師。歡迎陳林先生。嗨，吳老師好。帥哥，美女，你也是。講吳春林先生，我有生以來哈，我家裡出現的第一本客家的歌譜歌本，哎呀，就是吳春林先生。老嘅謝其國老師。先生。哎呦哇，嗰本當值得呢。一句啊。家譜事件。家譜事件。唔係從那叫做留下來誒。邊個成咗嘅嘛？咁你千歲時就唱山歌咧？應該講我細細眼唔曉得唱。同低鄉下咧唱山歌嗬，咧唱歌嘅話，幫我爸爸媽呢。結果也我講爸爸，好彩我要唱山歌哦，跟冇事，我拿唔到宣傳獎哦。你下老結。冇強樣嘅，真係。也其他嘅釋懷咁嘅。有見啦，山歌感覺假咁唱啦。我哋已經有多年度賽啊，所以要一兩禮拜 PK 賽啊，一禮拜麻煩了。好，我哋學員指教一下。放心。當然字頭先生，其中有很多字頭先生，當然佢嘅資歷啦，嚇，佢嘅所有嘅 TV 啊，嚇，一定冇共樣。唱歌部分表現一定要同大家冇共樣。所以見面日嚟談一下，好嘛？睇有冇嚟講？聽伴同三個字。一代代兩數啊。係啊。從我高年度誒。咁冇我屏東來呢。好家親嘅。必衝3條，必衝3條。衝2條啫嘛。談一下唔準你先啦。好，謝謝。
愛靠你，公命來得來做啊，要錯來聽我。开始进行一个比赛，TV 的漫影。哎，刚刚就出了。哎呦，分享天秀莹。哎呦，手 TV 都出到二啊！来，邓美照。邓美照，兩位主持人哦。美照的啦，哎呀，一嚟一講嘅呀，哈。更比你有還強出到害怕的嘛？有強的敵人嘛？情演泰國。好，賴清源一票，賴清源一票啊！等下讓聽聽嘅同期可能會得到一道票。係啊，可以見面延希望嘛！來，可能會出到賴清源，來，拜託。注意了，冇條款。注意下。注意了，先不愛。做得名了呀。做得。哎，做得。空的現在很專哈，來。不愛。哎呦！賴清源嗎？什麼嘢？哦，彭玉琴，有咩叫佢哋琴？體驗呢？體驗。一個表連殺啦，分享。雙腿流衝來多啊！沿路看人吼，都鼓勵我哋唱歌。會鼓勵伊，還會贊助伊。一個毛衣嘅，聽講是上班。冇按到錢啦。愛堂啊！反情喺線上，也係除咗賴清源，已經有咩同學教啊？係啊。來，係咪賴清源？真係有演。真係假？真嘅咧。哎，我養。分享林美美。哎呦！妹妹很多嗎？乜嘅表情？你乜嘅表情？嚟，分享妹妹哈，係。妹妹。林妹妹，你家出到人嘅表情做乜？你真你呢？我強啊！唔做衝啊，唔衝嘛，我衝。我強啦。強買啦，強乜嘢？唔強伊哦。強來切假。唔會啦，反正是那個是分數看完後就簽死咩？哦，還有復活賽。有敗部復活。哎呀，變嘅冇變唔低了，啊。好，炫技。三國志。三國志，嚟。俺咩三國志？好，兩個強用三國志嚟變啊！嚟啊，嚟。將來愛了千萬，無奈了橋難。等下嗬，唔該邊無奈橋嘅位啊嗬，嘅專業咩嘅位數嗬，可以來啲專解嘅較容易啲嘅嘛，無奈了橋難，嘅咩就係專業咩嘅位嘅，好，加油啊！超容易，什麼跳單？唔錯嘅啦，幾好嘅。有限了是那。
新春择了孙啊，推推了又拿。来，上台唱歌唔是强。上台了唱哪个啊？唔是了强啦。来，等下哈，你上台了唱歌，嘅歌外面嘅世界嘅头戏你所当结，好，你顺顺的做自然唱就好诶，应该冇乜问题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上台了唱哪个啊？唔是了强啦，总爱怨了边呀，走来了江啊。办了了熬那事啊，冲来又涨啊，歌上冲了春啊，迎翻了阳啊。什么台噶？什么太感？哦，两位啊，真的亲命过的变来。嘿啊，今年吼迄体礼拜的 PK 啊，哦，唐讲收音机能都看运动很俺的闹眼的忠实观众，系咪？嘿，连爱来吼，大摆佮讲，今日妈妈你去看天下的天师，爱煮饭，爱来都会人爱煮饭。安好啊。系啊，叫我提醒爱讲，今日有嘢都该创哦，你爱看哦，哎呀，系啊。今日青苔，这像生意样的呢。像爱老公咩遐啊？大摆时间日多，其实忙多啊，其实天师开起来看，天也咩重播佢咩看，系啊。安尼看出来，妹妹叫我看伊唔好看安尼节目。但是我们这个是当好看啦。哦，这个动好看。啊，伢都看有好看有啊，像我们所以看电视跟电脑就看啦。哎啊，你节目按好的节目马上会看，打三嘛。唔创啊，按好有入灯的时间，人都看有轻欢喜哦。有。哦，真係。像我哋講真正嘅冠軍咧六強真係嚇，12強啦，係啊，目前12強。鼓勵愛來唱歌啊，係啊。人都看人吼，都鼓勵愛來唱歌。會鼓勵伊，還會贊助伊。贊助哇，像一條衣服啊，一條毛衣嘅，一件贊助嘅。天家唔是上班。哦。我按多錢啦。好野人。哦，今日兩隻菜燙起來唔會查，唔會查，但是你要唐先生嘅公平啊，係，先有請到邱夏先生。甲講到兩位安尼秀人吼，安尼湛江的啦，吼，你上個安多舞台去比賽，吼，你上台台風非常的刺眼，啊，要咁個客家山歌啊，客家山歌啊，客唔係客。客家兩海山啊歌啊！面妹子吼，就正經本班秀人一出道嘅面試時就，我看這當緊張啦。啱過家有講過嘛，攞這個挑戰啊，
挑战一家说，讲资源啊，讲资源不用强松，唔少能够个更加好的成绩出来。啊，唔过你建造了嘢嘛，你饮质非常好。唔过建造了嘛，你后年饮是冇发挥出，是硬硬卡那种嘅。哦，你注意看吼。嚇，你後院啊，所以上台創國唔識講啦，你後院就做出來第二咩所在哦？啊，做來講咩有嗬？還有最初就是提示機，高尚啊，然後你跑個冇麻煩，睇得到。高尚衝了春啊！雖然今日可能會多少要影響到人分數啊，希望下回係有機會做呢事，加油！好。謝謝先生，好，我們再來談下呢位先生哈，參教總。秀英手指一個佢本身咧上飲食就親緣啦，嗬，關於講圓潤啦，嗬，熬絲也熬了一面色，而佢創嘅三個字基本上嚟講，相當嘅好，可以講好啦，嗬，假使講。愛會建議法，我會建議人個強啊、強運啊，要強過於固定啊。雖然人強運創嘅唔係傳統嘅強運，但是做的變化，你睇是我意思冇？你第一爬你下就創雕創果嘅，哦，第二爬標準，第三爬唔係那樣嚟創。假使你第一爬就標準嘅創法嚟創。第三爬用家下創法，安尼落去本人談到呀三個字嘅變化就無窮樣，就唔會按固定啦，嗬。喺安尼落去會更加好。什麼先生？面膜手指呢，人個顏色嗬清亮了，你創三個字安尼顏色啊，清好哦。謝謝老師。但是家下李老師講，要江山哦，要江長，故所以前運嘅時間冇乜個一穩定，好你啊，係咪有機會嗬？你愛較穩定的話，心情較穩定的話，一定創來真好，加油！謝謝老師。看本書哈，先來看本書哈，看秀英記啊，好啊。見真章的時間來了。聽秀英的本書。謝謝老師。90分。中國分呢？哦，蠻高呢，要測筆啊。問你哦。係啦，咪咪咪。唔會。好，你咪咪分數。新聞老師，91分嘅，91分哦，今日18減3啦。所以冇，呀，有受過嘅啦，佢這個咧自己嚇自己啊，對啊。咁個嘛千個分啊。係啊。很做得啦哈。這高手中的又高手啊。對。好啦，先來休息一下哈，兩位啊，按這些好，來專業畢業當中走。恐怖箱。所以咧，發現出道漫遊啦，還有 CB 參賽朋友。接下來就係翻前看睇個。翻前去先生歡迎來到舞台當中。嚟。誒？翻前去先生也係出到賴前演，應該有咩同學教啊？係啊。嚟，係咪賴前演？嚟。柯老師。你係咪請講出到嘅？嘿吼，有樣誒，本團動，現在講本團動啊，按強嘅啊，迄兩隻，兄弟用嘅，係啊，所有比賽生意比以前做兩米講嘅吼，做兩隻講嘅啊，其他就好麻啦吼，係啊，哦，更加親友人呢，啊，唔計親友人，真係假？真嘅咧，係啊。真係假？唔怕啦，唔怕啦，係啊，命咩？命啊，有得命緣分又係命啦，緣分又係命啦，嗬，啊，好好衝哦，哈，好，實在好。唉，維揚陳淑珍。哦，是你
来，煮到一味鹅油嘛，啊，鹅油嘛买呀，好咯嘛，你好咯嘢嘛，对啊？係啊，係哈，係啊，你敢要講佢？特sản ngày mấy già, 你講嘛？ nếu講ngày chỉ cả ngày有感冒喉嚨痛，哎呦呦，安尼喏，多年對樣就感冒的咯。ngày mấy冇上啊？啊，咪試看嚟啦，好冇？試看嚟，可以感冒都用嘅長途，吼，幫我哋冇給你先了，還是咁帶嚟乜嘢講？平板，來，請開個。肉散果。好嚟，彈看啊，兩味好彈嘅歌曲哦。太硬了，谁知啊也爱糖呐。好，人家老師嘅味素呢哈，所以呢係一張，但是呢哈，人家都嘅創藝嘅工業嘅建議哈，三個創愛創太上嘅哈。愛有強，愛有妙，所以太上嘅時陣，唔當吃鹽嚟發揮出來就好誒，唔好按你腳底，嚇吃鹽創出好啊，嚇，加油哦！好，謝謝老師。山歌愛唱，太上啊，太硬了。谁知啊，也爱糖呐。总爱太假，认真唱啊，为爱了。客家來山猛謝謝。愛就唱一堂啦。有帶絲絲感冒膠囊嗎？哎呀，為什麼你會接到絲絲感冒膠囊？因為我感冒喉嚨痛啊。范琴慧先生，他今天也感冒啊。范琴慧啦。太硬了。那這兩位。必還是鹹哈？嗱，你是講較白面嘅咩？水講阿伯你係糖奶樽，甜福甲甜酥咯。呀，你好，甜酥咯，好像酥同咯呢，吼，好像冇麻酸，吼酥了，可能會較酸。韓國人家甜食呢，從飯後，人家吃來講呢，甜食嘅味素較強一些咧，因為佢唔係主要嘅切雜絲，吼，人家後邊嘅甜食嘅味素較強一些咧，會較好。嘿嘿，對症一下，加油哦！
树咯，树坡旁边伊迄汤来转啊，回来饭后上啊。哎哦，北受精啊！哈？哦，没有，单受精啊，有带丝丝感冒胶囊吗？哎呀，为什么你会接到有丝丝感冒胶囊？因为我感冒喉咙痛啊。真的，躺在出来个嗓音就感冒上。哦。啊，感冒的就强，啊强越强就越久，又越惨。嗯。刚刚你丝丝无法度救。你先前就要吃啦，对吧？哎呀，有啦，临时吃它不是仙丹。先前吼也得有学员吼，在比赛之前，你传令线上有稍微给他们指导一下了啦。哎啦，看不完紧走啊，感冒也就没办法。直接被干掉当。哎呀，不一定。哎，某一天啊，嘿没。陈乐先生他今天有感冒啊。冇个来。啊。他唱番茄菜啦，唔过种也冇用的呢。谈讲也冇的啊吼，干屯安尼来亲人泰国，你唔出去的没？係啊，上邊龍潭比賽啊，係多少一感冒啦。唔過佢躺其實喺室外啦，躺到地波都衝對窗啊，對窗嘅時節啦。然後佢躺到有爸爸都冇播對窗，因為地波都衝對窗啊。哦。係啊，而家佢講到牙嘅時節，然後講下因為你就佢衝對窗咯，好難搖咯。佢少啊少啊冇，我講可能來前人家伊滿意就係，結果我講而是個半路年前嘅嘛。我係半路年前，即個阿伯原因慘。咩？身高一般高，上了一小塊槍，衝個上年又按槍，面頭又失敗嚇，係啊，緣分啊，緣分。係啦，哎呀，個感冒看洋蔥啦。係啊，咪即係躺下先上嚟講片。攀推一下了，真推一下了。依依老師，繁體歌從咧羅山歌，我感覺當場就一絲絲緊張吼，就係上摸病到當開咁嘅感覺吼，冇讓伊本來嘅實力全部發揮出來，所以我彈起來體積幾太長。cái sáng họ su cái時節當場su到挺僵咧，họ係講咧下衝一啲啲su到下僵來吼，啱彈起來就會下好嘅感覺。太上啊！咁個呢入日記第三季吼認真唱改編。我感覺伊就從到當好，吼出聽伊個上如醬吼，韓國個牙嘅上面含毛，韓樹木也樹到清好，所以兩日記呢，我本伊以後個評價，是講頭前時則時候總愛睇價改編長嘅時間，個伊長嘅個線條可能嚇來下降掉，吼安樣彈起來比較順。好，再過來青台姐，真緊哦，我感覺吼，你唱嘅要聊聊下強調，冇運動，你係講讓個力圖唱出來，吼，你講力圖會加強，咁個可能就係你個重點個詞，因為你加個呢個詞吼加下多，韓國你也要你可能講嘅乜個班後，你就係講後期吼後期派，用應該重翻，應該強弱，韓國應該重個音，吼會加強個詞，會撈佢重清楚，吼，用你彈起來就會過癮，然後個感覺。摸出單槍安樣唱，其實冇完全落去表達出來，我嘅感覺係安樣，是冇你。哦，有英英老師嘅感覺。
杨老师的感觉呢？兩位嘅唱山歌都係非常有經驗嘅人，你睇范先生佢唱嘅山歌，我從太太上我感覺佢係動右上，所以佢音量是很好的哈，上兩一和。太人寫字都愛彈，都好彈，你就唱到動下音兩音，所以我知道吉他手都係有經驗嘅，所以兩班人加上你山歌唱出來嘅上到清。深情兩方面，像你唱嘅大家愛認真唱，可能你非常嘅認真嘅時節，聽你講認真嘅感覺是好硬性嘅，所以我們以聲音去吸引人來唱這個好聽的山歌，韓國青小姐呢兩篇，我覺得佢很可貴的哈。其實佢老一輩嚟山歌，大家從七十時，佢倆呢像說故事一樣的，像動有戲劇感啊，像你彈看戲嘅時候會唱到，動到上動到嘅詞，動到嘅意思，表達出來，像也係一種唱嘅好少彈到嘅表現。我大家做比較，只要你做得自然，唔是緊張嘅時節，我相信呢都可以說服人家，大家就會幫你寫到，是冇呢？好啦，你看一下分數嚟。范晴開分數。哇，95分啊！謝謝。哇，有目前第一名啊，第一名啊，嚟沙嚟。陳素貞的分數。其實呢不差呢，93分啊。佢比你冇咁冇先知，可能96分嘛，匆匆。哇，還蠻搶死失敗哈，搶死淘汰，哎呀，還有復活賽，哦，唔是講，好啊，恭喜兩位啊，謝謝，謝謝，真非常好哈，謝謝。存到2-3嘞。好嘞，啊，兩位一位係安尼賴清妍先生，一位係安尼彭玉琴。看先出到慢演來，好，出到慢演就是慢演先唱哈。哎呦，誰來先唱好嘞？好嘞，賴清妍先生，兩位麻煩嚟到舞台當中哈。分享兩位。身上還是主看來看，對方還沒彭玉琴。好。彭玉琴。安尼這兩位還是輸哈？你也是講較白面的咩？唔係，個欣賞呢？對這個也冇信心。我本這個有信心，好不好？好，夠冇佢錯唔錯？盡力。夠冇佢錯唔錯？唔會啦，唔會，哪有可能啊？我別講，不要錯唔錯，真係怪我啊！青妍睇講，我錯乜嘅講？三個字。好，三個字，月星記。落山歌。落山歌。好，嚟，彈開啦嚇。扶棹上林啊！賞臉，唔係賞臉。賞臉。係賞臉。好，謝謝老師。好，注意啊嚇，加油哦！好，謝謝。來到了情啊！
龙年堂转，添福树难。你唱了以后哈，咬字也一张哈，但是呢，你唱的声音啦，全部係後年嘅聲音出來，嚇，應該嘅那個比較較高音嘅意思係佢嘅叫一下嘅腹部嘅聲音嘛，嚇，不如較刺眼啲嘅聲音就唔好硬硬，加油哦！什麼聲音？山歌為唱，太太上南，太陰了。老人堂轉，添福樹難，後生堂轉啊！两位主持人，有哦，遇强则强哦。对呀，冇唱得當好啊。先緊張呢？不差，真係唱得以後，懂問題。懂問題，按知道強鬆冇？唔可以強鬆啊！唔可以強鬆啊！係啊，上到了台當冇好強鬆。哦，老即家比。係啦。係啊。哦，啱哥。老即家比老太家比。哦，啱哥吼，賴太哥吼，明日最快樂嘅事情就係突然生日咧，大人生日就去表演。哎呦，哦，而家咩算新傳師啊？已經一度學生嘅咧。識過嘅。哦，送送拜人咩講樣兩上嘅天，見邊都識過去哦。係啊。印來印多啊。嗰條生日呢，愛搞佢咁膚淺本。唔是啊。唔是啊。唔是。全部義務搞。係啊。哦。還有客委會，也人還不看啊，什麼來收錢啊？客委會有這樣去搞嗰條生日。係啊，要自己去申請。啊，即間去申請。即間申請。哦，即間去到客委會申請。誒，講係愛去那邊搞。哦，然後愛改隻猥瑣嘅hand。哦，啊，客委會有乜個認證嘛？比如你搞一條學生，一定要有認證嘛。對，要有75個小時以上的那個培訓課程。啊，所以每3年迄個是以上嗰啲75點鐘嘅培訓課程以後，來出去還是做教人嘅嘛？有75個小時吼，你是要個資格去教人唱歌。哦。你如果係講冇75個小時的培訓課程，你是客委會不承認。做唔得。哦，所以喺客委會有認證嘅都才會。咁一條小朋友攏去到能錄卡地度教。係啊。唔係，有得去個安親班啊。唔要佢安親班哦。唔係啊。哦。安親班你拉錢去啊？拉錢去啊？咩？因為真間人貴相同，出晒哦。哦，所以一條學生要錢也有原因啦。哦，係啊。安尼同學，安尼嗰日阿咩你上個75點鐘以後，做嚟教學生嘅。
哦，做得，好好，啊，看也好上来唱歌了。我很唱这位呢。我唔系唱这位。哎，三妹，哎，唔可以搞啦，哎，那样强，但是这个都好唔会，来搞。咱个唐先生的公平。你唱下先生。安尼了，今年嘅上元真嘅当了了，今日了三国志也创得非常非常好，唔过还强壮啦，还中一张毛片。提示佢铁树开花，唔说到开花。铁树开花。注意，你玉琴咧上音质咧冇好协，吼，嘅音质非常好。咧老三个，你讲自由演唱啊，唔过我感觉你可能已经装啊吼，你当上将呢首歌曲来搞代替。所以你像三个爱唱嘅时阵嘛，你三个爱唱唱的，你小个跳起下，又去唱，即係接太上。你咩你三个爱唱，马上就接太上。我當家你後背你嘛，你就做唔起嚟啦。所以記得老三個就自由演唱，唔使緊張。三個愛唱。今日咧感覺，佢當上樓佢啲阿首歌曲，攞去交代聽，嚇，希望客戶注意哦，加油！我們再來談個依啲先生哈，參教總。賴先生唱嘅《三國志》真好，唱到也真爽快。不如講我會讓你建議下，你第2第3季吼，唱中央嘅強。其實唔係也2季，有一季拿了 wanted 冇咁樣強，安尼你也個三國志唱到各位較精彩。各位我建議你吼，清明季吼莫彈琴，嗰隻琴應該調起來，也上調嘅去，三國志上。第2季冇調，第4季愛調哦，嘿。也係一個規則嚇，我哋大家就為到安全起見，冇去調嚇。對你嚟講，做先生嘅人嗬，應該也個道理去了解嚇。謝謝。點解彭小姐老三個嘅因為唱係一順啊嚇，很多平穩，有問題啊嚇，但是家李老師特別有講，多數會江山啊，你冇需要江山啊，我喊你1000肯定咁樣唱嘅老三個。希望先生。好，兩語講哦，有目標分嘛？嚟看一下分數咧。先來看賴清仁睇各位分數。96分。好，天命嘅嚟。好，今日有希望嘅哦。好啦，嚟看另外一位。彭玉琴嘅分數。今日睇下分數咧，算一火。輸掉就是輸掉。不，暫時，還有復活賽你是講啊。哈。係啊，按姿勢好，兩邊。大家個恭喜哦。謝謝。輸了。例行公事。好嘞，安尼參賽朋友已經比賽啦，哈。當然過關的朋友就繼續加油，冇過關的聽下哈。繼續好好練習。不要氣餒，好不好？再接再厲，再加油哈。好。安尼好唱歌的朋友哦，加來報名哦。好哦，報名專線099388398，還有純正天發0227778231。好，等下就大家來報名哈。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，因為呢，我們多謝辛苦的評審先生，安子生，謝謝。係，什麼長社長？係辛苦了。什麼小看？謝謝老師們，也謝謝所有的工作同仁們哈，大家都辛苦了。同時，大家們記得咯，下禮拜
综艺的时间的时刻呢，闹热大擂台，闹热。